畫面一出啦，梁球居嘅球員亦都準備出嚟啦。簡子純啊，8號啊。1號譚凱琳啊，2號莊彩琳，3號盧樂儀，4號何子琪。泳彤，6號周允熙，7號曾樂心，9號鐘海彤。10號汪楚涵，11號關曉琳，12號黃樂，13號何文嘉。14號柳彤，15號梁佩詩，16號歐陽子晴，17號郭子源，18號簡佩詩，咁啊領隊曹翠怡，主教練余炳生，仲有教練李偉恒同埋周子瑩。機會嘅話就可以作出一啲遠射啊！呢個突破，好靚嘅1打1啊！3號嘅守門員啊，阿盧樂儀咁樣講出。咧真係因為過咗時間咧，可以出翻嚟嘅時候咧就透咗個小嘅戰術嘅走動，壓咗埋右邊，咁啊分到落去最尾右 wing 有個射入邊，分翻左邊空晒。咁但係射個近處咧就俾啊盧樂儀係擋到啊！咁啊，雙方依家其實咧都已經係齊人㗎啦。球員咧就佢哋嘅守門員就上咗嚟幫手啊。咁啊，小心啊！因為咧依家係空籠嘅狀態啊。進攻咧要攞翻好少少距離啦，因為咧見佢開始唔係好走啲大走動啦，都係走啲個人突破為主啦。係咁啊，最後30秒，咁啊都係佢8號簡之順啊右翼位可以得分。咁啊，其實啱啱就嗰個角度都有啲唔同嘅，比起上半場射失，即係另一位球員射失就係下路。哇！咁啊呢度，咁啊梁球居呢邊有少少甩漏，咁啊簡之順自己突破，同埋分到左翼位。咁啊只係落後2球啫，梁球居9-7啊，落後2球啊！呢球波點處理啦？咁啊，簡之純都係佢由佢發動，咁啊左翼位射唔入，但係中鋒啱晒啲位，咁啊一個突破分球，鄭書晴再俾，咁但係咧梁學居嘅球員偷咗個波啊，一個嘅啱啱連阿希林呢一個好大位嘅左翼位機會咧都射失咗啊！哇！由佢收起咗本身釘佢嘅球員喎，阿柳彤啊。
咁啊亦都被罰打少機會喎，咁啊見到門將都上咗嚟喎，梁球居呢邊。應該係一個7打6嚟嘅。今次咧就見到拔萃女書呢邊就釘咗7號喎。咁啊時間打咗16分鐘，咁啊由柳彤去主射。場上面要做啲乜嘢？即係攻防都係兼備嘅。咁啊教練係最中意用呢啲球員嘅，先至側身攝入嚟，亦都唔係正對啦。咁啊再書院喺點樣調整啦？因為打少2個球員嘅，其實呢段情況咁啊再攞翻個球權啊！咁啊呢度定住咁打7號入去6公尺入邊，就變咗越區防守。咁就球證，所以就好，咁時間都夠啦。咁啊恭喜梁球居中學啦，就下半場啊反敗啊為勝，咁就最尾以17-15啊係贏得今屆嘅 B.O 咧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嘅女子組季軍。